屋企嘅天花板漏水漏到發晒毛，樓上又唔理，管理處又推卸責任，滲水辦又乜都查唔到，點算好？唔使驚，我係你哋大廈策略顧問 Roger， 會教你哋一套自救嘅方法。第一步，如果你哋遇到鍾意耍太極嘅管理處，你哋可以搬出法例第344章同埋大廈公契裡面嘅經理人進入權力，威脅投訴至物監局，逼佢哋帶師傅上去做檢查。第二步，千祈唔好戇居居咁樣等滲水辦，情願自己攞1萬幾千，揾一個專業嘅公證行做測試，揾水源，攞佢哋份專業報告帶上法庭。第三步，你哋可以向樓上單位發出律師信，記得連同頭先嗰份專業報告，限制樓上嘅單位喺14日內做維修，否則你哋會對佢哋作出正式嘅起訴。90%嘅無賴咧都會乖乖地屈服嘅。去到第四步，嗰個真係終極無賴咁點算呢？你哋可以考慮入稟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維修令。如果佢再唔整嘅話咧，係屬於藐視法庭，分分鐘係要坐監嘅。喺香港做業主，唔好再俾人當韭菜咁樣割。點擊下面嘅連結睇我完整嘅影片，我會話你知每一步嘅細節，同大家一齊慳住個荷包。